业庭查来了解立法院即马上新的情形，继续要来关心12年国教新课纲10月起伫要开始，岛民将发甲国小1年、2年才会生活课本5线谱煞无看，改用多经谱。教育部嘛解释讲，新课纲强调利用生活体验来感觉声音的特色，建议用多谱来表现音符的关键。5线谱都要等到国小3年才会放入去教材。也毋过一寡已经有音乐基础的囡仔，煞讲该安尼颠倒看无。 老师带学生看5线谱做伙弹琴，不过新的课纲规定，国校3年才会开始学5线谱，所以就出版社甲1、2年的乐谱改做安尼。一个有悬有低，用图来表示关键音。实际去问有音乐基础的囡仔，这张图敢看有？你会唱吗？不会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。 本来课纲国校1、2年的生活课爱学一寡音乐的符号，不过12年国民教育的新课纲强调透过生活体验来感受声音，所以建议用图来表现关键音。5线谱爱等到3年才会放入去教材内底。看不看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一开始它并不是非常的重要。可是就是我其实现在比较不太能够理解的地方是说，为什么？ 他从3年级才开始接轨到就是所谓的五线谱。如果说我今天先学这个图像谱，那等于是我同时其实也还是必须要去学这个五线谱。音乐老师讲，4岁囡仔就会当开始学5线谱，实在免等到3年才改变系统，决定学新的，就惊到时阵新的课纲实行了后，会造成囡仔学音乐的压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